繼續來看新北市有民眾鋪文來指控，講伊徛佇要甲十指，看到一個狗主人牽狗仔出來散步，至少有5隻狗仔攏無牽鎖啊。閣因為安尼害一個徛佇馬女騎士來跋倒，但是狗主人毋但無道歉，閣講是女騎士家己無閃開，才會跋倒。騎腳踏車準備要轉彎，頭前雄雄出現一陣狗趕緊動較慢的，抑過對向這個小姐已經袂赴動啊。這個小姐當場弄倒在地，狗啊嘛攏着青驚，佫弄着這個騎腳踏車的人，伊的主人佇邊啊，恬恬啊佇看。這狗是啥物啊？壞的。安尼袂白。早上我出來都無白。你安尼足危險的，你知？狗仔無用鎖仔牽害人勒殘，這個狗主人無感覺伊毋對，無回心的就離開。動作慢啊！你無啊？阿伯，你這安尼袂使，你。事發就在新北市指的汐碇路上，當時有民眾目擊，有人在這邊遛狗卻沒有牽繩，甚至還衝撞單車騎士。車早起9點外，一個狗主人佇山區散步，帶5隻狗仔出來，攏無牽鎖啊。害這個女騎士勒殘，佫去弄另外一個男騎士。這個狗主人顛倒，怪因無閃，這個態度互因真無奈。常看到，就邊遛狗的人都不清楚。剛剛聽到狗聲，我就叫人先把帳拿出來。我們都會很害怕。平常時早起，依然有袂少登山客也是車友，若是毫無牽鎖的狗去弄到，甚至咬到傷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應該依寵物的體型、種類、使用鏈繩、箱籠或其他適當的防護措施，以管控寵物的行為，違者最高可處15000元罰款。那動保處理條例，若是這個主人和動物走去大路妨害交通，佫會當依照道交條例罰600塊，罰錢是小可代誌，若真正有人受傷，安尼就算袂好啊。